嗨，大家好，我係 Yan。冇見一段時間咧，我又完全換咗一個新嘅 look 啦。出乎意料地咧，大家都覺得我好襯啦。跟住另外，因為我最近成日要出去拍嘢啦，我個人咧亦都曬到黑咗好多。雖然我最近嘅生活係好忙碌啦，但係我自己過得係幾開心同埋好充實。upload 咗幾條片之後咧，我收到唔同嘅 direct message 咧，原來好多人一直咧都對我呢一個創業嘅故事咧係好有興趣。好多人都對我一開頭嘅創業本金啦，要有幾多錢先至可以喺大商場度開鋪頭啦，同埋之後點樣輾轉地變咗做 YouTuber， 由 IG Shop 開始奮鬥到奧海城開鋪，好勵志，真係好勵志。我而家諗翻起，咁呢條片咧就同大家嚟講下同我人生同埋家庭背景一樣咁 dramatic 嘅創業故事。咁對上一條片咧就講到雙親咧都係有曾經吸食白粉嘅習慣嘅，咁所以好細個就決定要離開外國創業。一去到我可以做 part time 嘅年紀咧，揾到錢嘅 part time 咧，我都會盡量去返。我又做過車仔麵檔 customer service， 仲有做過喺尖沙咀好多餐廳嘅唔同炒散。當時我就識咗第一個韓國嘅男朋友啦，係一個機緣巧合下，我亦都發現啊，當時韓國嘅 product 啦、K-pop 啦，亦都係開始越嚟越流行啊。咁我就覺得啊，都係一個好嘅時間可以去做一個韓國代購。跟住之後就變咗賣女裝，好快喺韓國開埋公司啦。喺我一直做呢一啲 part time 去到創業嘅時候呢，其實家庭關係呢一直都係緊張。咁再加上可能細個嘅時候嘅一啲 traumatize，真係好想好努力去實現我自己嘅夢想。我諗去到而家呢，我自己嘅性格都係冇改變到嘅，就係每做一件事呢，我都會去盡力去做 even 係做 part time。所以我好快喺創業之後，我諗2年內就已經賺到我人生嘅第一個100萬，我嘅第一桶金。印象中我仲係中學生嚟嘅咋，根本對做生意甚至係投資咧都係一無所知。咁攞住呢100萬咧，就喺香港嘅商場嗰度開鋪。如果大家當年有幫襯過 Oakland Beauty 咧，都知道我嗰陣時開鋪頭喺15樓，每一次搞開倉都會由15樓排到落去地下。入奧海城嘅契機咧，我真係好記得。開倉嘅期間咧，我自己就處理緊啲訂單啦。打開個 email 嘅時候咧，我就收到奧海城嘅一封 email， 就問我哋有冇興趣入去商場。我仲記得我當時真係年少無知，即係覺得最緊要即係做生意咧就要越做越大。跟住之後好快，亦都十分之倉促咁樣咧就決定咗要喺奧海城嗰度開鋪頭，而原來開喺呢一種嘅商廈同埋開喺商場呢，係真係完全兩件事嚟嘅。再加上呢，我換過2個嘅 partner， 嗰陣時呢，我哋得10幾歲，我身邊可以有嘅朋友呢，我就會揾佢。你同我咁 friend， 我哋有錢不如一齊揾啦。我自己叻 marketing， 不如你幫我管數啦。所以呢，就將所有嘅資金呢，都係交俾其他人去管理。呢一個係我一直以嚟去到30幾歲人生入面呢，超級大嘅性格缺陷。咁喺呢一個咁倉促嘅決定下呢，我哋2個就決定啊，好啦，不如入去奧海城啦咁樣。我覺得我細個創業嘅時候呢，係有運，但係亦都缺乏咗好多基本創業要有嘅知識，亦都唔識循序漸進地令到公司健康咁樣發展。大家諗下，入到去呢一啲大商場，除咗你要俾按金，有機會係1年，有機會係半年。喺大商場嘅裝修亦都有好多條例需要通過。嗰陣時年少無知，覺得自己只要俾心機咧，就可以將自己盤生意做得好，亦都忽略咗好多例如社會因素啦、經濟條件啦。記得我開完奧海城之後咧，半年內咧就 Covid 啦，伴隨住香港亦都有好多好唔開心嘅事發生咗啦。香港嘅零售業再加上社會嘅狀況咧，其實一路轉差。我就將我呢10幾年嚟創業嘅本金啦，我賺到嘅錢啦，真係好多嘅投資咧，喺一下之後咧，亦都使晒。開始遇到一啲問題就係啊，真係賺翻嚟嘅錢都唔夠交租。當時已經面對緊好多自己公司嘅營運問題，都正係我感情狀況出現一個好大變化嘅時刻。咁當成間公司出現問題嘅時候，咁partner亦都唔係好上心啦。咁我就同時間係丟緊2件事，就係韓國呢一邊嘅訴訟啦，再加上 Oakland Beauty 嘅一連串發生嘅事件。所以咧，我
嘅創業路咧都係十分之曲折離奇。咁我而家睇翻轉頭，當然係一個歷練啦，都令到我喺工作上面咧成熟咗好多噶，令到我而家喺唔同嘅生意上面咧仲站得住腳，同埋同每一個 partner 喺唔同嘅崗位上面咧，我都仲係 handle 得幾好，就唔似當時 Okra Beauty 嘅我咧，真係一隻牛啊！得個勇字，得個做字，我可以係自己攞住個電腦咧，每一下瞓覺嘅時候咧，我都係對住個電腦做緊嘢，又有抑鬱症啦，又有焦慮症啦，再加上我係喺嗰一段時間咧爆出我感情嘅問題，就好似將呢10幾年嚟個情緒壓力一次過爆晒出嚟。可能大家會諗啊，我點都創咗業咁多年，爛船都有3分釘，點都自己戶口有啲錢啩？好慘嘅就係所有我自己嘅錢啦，包括公司嘅錢咧，都係入咗去另外一半嘅銀行戶口。所以喺我遇到離婚，再加上生意真係叫做生意失敗嘅時候咧，係完全冇晒錢啦。當時咧，我係喺韓國咧，我係要去餐廳嗰度打工，仲記得嗰陣時咧，我個人都係比較要面嘅，唔想俾大家知道原來我經濟出現咁大嘅問題，我仲好口硬咁樣去拍俾大家睇，喺酒吧嗰度返工去做餐廳係點樣嘅呢？其實嗰陣時出於個原因都係去賺生活費。去到後尾呢，因為公司你就算執笠，你都要有遣散一啲同事交人工啦，仲要處理律師嘅事呢。第二件事呢，就係大家應該估都估唔到呢，我身邊嘅朋友真係借咗好多錢俾我，就係阿 Liz 同埋花花夾埋俾我嘅錢呢，係有超過7位數字。我就係靠住佢哋一直以嚟嘅支持啦、信任啦，除咗佢哋之外，當然身邊嘅朋友都係幫助我撐過咗呢幾年嘅日子啊！我久唔久咧都會揾翻當時自己嘅相咧去笑下自己啊，因為睇翻嗰陣時嗰個表情咧，真係皮笑肉不笑，真係好慘好慘。Hello Liz，生日快樂！希望 BB 順利出世，多謝你喺我困難嘅時候陪住我。但係亦都好多謝身邊嘅朋友咧，真係對我不離不棄。去到生意真係好差，決定唔再繼續做落去嘅時候咧，喺最差嘅時候咧，真係諗過好多次，不如去申請破產啦。到阿 Liz 去同我講話啊，不如一齊拍一條 Q&A 嘅片啦，一齊去試下將自己本身有嘅流量帶到上去 YouTube， 可能係維持生計嘅一個好辦法呢。亦都係因為阿 Liz 咁樣嘅一句呢，我就開始咗我自己轉型去做 YouTube， 收入開始穩定翻之後呢，就到我屋企人過咗身啦。一直以嚟呢，我覺得我都真係算係喺 YouTube 面前呢，真係報喜不報憂啊！我個人呢，係真係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去消化，好似而家咁樣呢，先至會決定將背後嘅故事去講翻出嚟，將自己嘅經歷呢轉化成更加強壯、更加堅強嘅我。喺我呢10年入面，經歷過好快嘅創業成功，去到失敗，唔同嘅事件發生呢，令到我真係好清楚明白處理壓力同埋處理情緒係真係好重要。所以咧，大家近呢幾年真係睇我 YouTube 入面咧，不斷會見到我係咁提。佢講查查，見到我不斷咁樣提講關於 wellness 啦，講關於情緒管理啦，我希望都可以透過我自己嘅故事去同大家分享我自己點樣去揾到一啲調節心情啦、情緒嘅方法。其實身為香港人啦、都市人啦，去處理日常呢一啲壓力啦、情緒啦，都係一啲必然要面對嘅事。係咪啊，查查？你有冇壓力啊，查查？查查？喺呢幾年嚟，我經歷過創業成功，跟住之後呢，又好快經歷過感情嘅變化，去到最尾呢，差啲經歷破產。其實係短短幾年入面呢發生嘅事，我真係深深體會到壓力啦、情緒啦，真係可以完全影響到你自己嘅健康。大家呢1-2年呢，會更加見到我經常提一啲關於 wellness 嘅嘢啦，無論係自己嘅情緒啦，甚至係體態，因為我覺得人越大呢，係更加需要去努力揾自己調適情緒同埋節奏嘅方法。你個人壓力一大咧，你除咗個身體受影響之外咧，喺一個高壓嘅環境底下咧，好似決定乜嘢咧都會錯。即使係少少嘅決定咧，你都可以牽連好多好多嘅事，因為情緒甚至係壓力係我哋慢慢咁樣積聚落去。當呢啲壓力慢慢積聚嘅時候，好有可能會成為一個好錯嘅決定。所以近呢1-2年咧，我都不斷喺度揾緊自己調適自己生活節奏啦，我自己壓力啦、情緒嘅方法。我
最近咧發現食 supplement 咧都可以對你自己舒緩壓力咧係有幫助嘅。今次咧同大家介紹一個咧就係大家都未必估到佢呢一個藥廠咧原來係有出呢一種舒緩壓力嘅營養劑。大家咧應該都有聽過幸福醫藥啦。我諗身為香港人，個個都一定有食過幸福雙豐素。我每一次翻香港，我都會將佢帶過嚟韓國嘅。原來上年佢哋仲推出咗新 line 出埋保健品，叫做好幸福。幸福醫藥嘅團隊咧研發咗保活素 Youth Adaptogen 為基礎，最主要咧係可以幫你日常舒緩緊張感同埋減少生活嘅壓力。佢入面嘅成分咧係全天然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會唔會有啲乜嘢任何依賴嘅情況出現。我喺2-3個月之前咧已經一直喺度試緊呢一個好幸福嘅舒壓配方，喺我自己食咗嘅時候咧，個感覺係會比起平時更加容易放鬆。緊張嘅時候咧，個思緒係冇咁容易混亂嘅。咁佢入面咧有啲乜嘢成分呢？經過佢哋嘅研發咧，入面全部用嘅成分都係可以有效抗壓力嘅因子，同埋舒緩焦慮。最主要嘅成分咧係嚟自天然珍貴嘅南非醉茄專利嘅 KSM66，係攞得最多認證嘅南非醉茄萃取物。佢入面咧係用咗最有活性成分嘅根部去做成嘅。另外仲有加咗香蜂花，大家可能有聽過 GABA 呢一樣嘢，佢入面咧係可以提升大腦 GABA， 最主要咧呢一樣嘢係可以幫你調節同埋舒緩壓力。大家有冇聽過自律神經呢一樣嘢？有啲人咧講自律神經失調咧，其實咧都係同 GABA 不足係密切相關嘅。最主要我自己不斷去試咗2-3月嘅原因係因為佢完全冇西藥成分啦，全部全天然。喺食嘅時候大概2個星期左右啦，可以幫我舒緩到壓力，容易集中啲啦，甚至係夜晚嘅時候，我諗大概食到3至4個星期之後咧，我係會 feel 到咧更加容易入睡，完全唔係褪黑素又或者係安眠成分嘅 supplement 嚟嘅。另外一個我自己好有感覺嘅咧，就係身為都市人咧，其實我哋可能係咁喺度睇電話啊，不斷刺激我哋嘅多巴胺，喺需要突然間放晒手頭上嘅嘢去集中做一件事，又或者係甚至叫你坐喺個草地嗰度，叫你欣賞個風景嘅時候咧，我都係有少少唔習慣，都會需要一啲時間去適應一個新嘅環境。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大家都應該知道，我係長期受呢一個鬼剃頭困擾。其實係由我高中開始，同我熟嘅中學同學咧，都見過我喺最高峰嘅時候咧，我後面係可以連續2-3笪咁樣甩晒啲頭髮。我以為自己抗壓能力好強，我永遠咧就係反映喺我嘅頭髮嗰度。我諗大家有睇我 vlog 咧，我2024年好似近1月嘅時候咧，我都仲有1-2笪嘅鬼剃頭喺度㗎。我食咗呢一個之後咧，除咗係我啱啱心理上面講嘅一啲明顯變化之外咧，喺個生理上面咧，我頭髮嘅生長程度咧，最近咧都係有好轉度啊。所以嗰種無形嘅壓力咧，我諗真係我比每一個人咧都更加清楚。仲要係我自己人生入面咧，不嬲個 challenge 我都係好中意挑戰自己，漸漸收埋一啲壓力，自己都唔知道。但我自己食咗保活素之後咧，心緒不寧啦，同埋比較容易緊張嘅情況咧係有減少到嘅，同埋自己個人喺休息嘅時候咧係更加容易接近平靜嘅狀態。如果你睇完我條片之後咧，你都覺得你自己係屬於比較難放鬆啦，比較緊張啦，又或者係日常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令到你比較緊張嘅話咧，你都可以試下呢一隻好幸福嘅舒壓配方。但係當然啦，食完之後你都要各方面好好嘅配合啦，包括你自己心境啦、你自己飲食啦、你自己生活習慣同埋規律咧係十分之重要嘅。如果你都有興趣嘅話咧，用咗我 promo code 去萬寧購買嘅話咧，即時可以減多40蚊。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留意下 info box 啦。喺我人生大概30頭嘅時候咧，已經解決晒所有呢一啲嘅蘇州市啦，亦都去重新真係重整，去振作翻自己，亦都開始投入咗呢一個全職 YouTuber 嘅生活。另外喺其他生意方面咧，都有再 pick up 翻。喺我30幾年嚟不斷咁樣去受過呢一啲人生嘅打擊，不斷去自己挑戰自己之後咧，呢一個命運嘅安排咧，亦都係成功地錯咗我好多年少輕狂嘅一啲銳氣啦。去到而家30幾歲去講翻呢一啲事出嚟呢，我相信大家都估到我係 move on 咗，亦都去到人生另外一個新嘅階段啦。近呢幾年呢，我自己都喺唔同嘅事業上面呢都有努力，亦都冇咗好多細個時候嘅魯莽啦，反而係見到自己好多嘅不足，亦都喺呢幾年入面好努力咁樣點樣去 work on it，令到自己做一個完整成熟同埋一個有責任
咁深嘅人。近呢一年咧，除咗係去做 YouTube 嘅生意之外咧，大家都知道我最近係搞緊 production house 啊，亦都係同朋友咧一齊去夾份做生意。可能大家聽到呢度一死啦，好嘢！你會唔會又搞咗一盤蘇州市出嚟？希望我過去所有唔成熟嘅事咧，都可以變為我而家更加犀利嘅武器，亦都加翻我自己本身細個已經擁有嘅性格特質啦，樂觀啦，每一件事都希望做到最好啦。展望咧，我自己嘅 YouTube嘅 business 咧都可以繼續平穩地發展，跟住喺 production house 嗰度咧都會有更加好嘅際遇啦。如果大家有 follow 開我 Instagram 啦，又或者係 Threads 嘅話咧，都會見到我最近 post 咗好多我新嘅作品，同我朋友一齊完成啦。嚟緊咧亦都會同 Sony 啦一啲大嘅攝影公司咧一齊去搞唔同嘅 workshop 啦，亦都係我最近好開心嘅事。係啦，呢一個就係我喺生意失敗之後再繼續去創業，再繼續去努力嘅一個小嘅插曲啦。希望我到40-50歲嘅時候睇翻，又唔好喺度拍翻同一樣嘅片，跟住之後講話30幾歲嘅時候都年少無知啊，年少氣盛啊，呢一支歌仔咧真係冇得再唱噶啦。我自己亦都好開心，真係可以有呢一個 YouTube 嘅 channel。其實一開頭咧拍都係拍想分享下一啲韓國嘅日常生活啦，但係諗下喺同好多身邊嘅朋友傾偈嘅時候，我亦都發現咗我自己呢一個 YouTube channel 有嘅價值，就係將我呢一啲咁離奇、咁奇怪嘅事咧去分享俾大家聽，去俾觀眾知道原來喺呢一啲成長背景底下嘅人係會用乜嘢嘅角度去睇呢一個世界，同埋去俾一啲同我有相似經歷嘅人一啲嘅支持同埋鼓勵。係啦，咁今日嘅分享咧就嚟到呢一度差唔多啦。每一次去拍呢啲主題嘅時候咧，我都會幻想身為一個觀眾再撳入嚟嘅時候，又有新故仔聽。每一次都係帶一個新嘅驚喜俾大家。我都希望大家聽我嘅故事係有啟發性啦，都希望你哋將我嘅故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去睇啦。如果你中意我嘅分享嘅話咧，就記住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呢段片，再 share 埋俾朋友睇。好啦，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